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最近在开两会关于房地产的这些政策，还有建议，还有这些专家、这些代表、这些委员，对吧？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看法非常多就住建部来说这个部长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或者叫新闻发布会上，都阐述了住建部的几项政策，给人感觉这个房地产就要大变样。几个政策呢？大概有这么4个政策第一个，要求住宅层高不低于3米，这个政策也符合那个什么盖好房子这种要求第二个就是房子要智能化，技术标准高了很多。第三个是2000年之前建成的老小区要改造，就是纳入这个棚改计划。第四个就是完善这个社区的配套，你比如说幼儿园、老年活动中心，这个成标配。有很多媒体、有很多专家解读住建部的这4个政策，给这个房地产带来了活力，能挽救房地产行业。这个怎么说呢？这政策是好的盖好房子，我们住房标准、住房质量一定是越来越好，不能越来越差但是说这些政策能够让房地产这个又走上这个对吧？叫朝阳行业，成为这个绝对的支柱，甚至有人把这个跟这个房价上涨、炒房又给它挂上钩了。我想这个恐怕是大错特错这个房地产的政策确实对我们的住房改善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跟房价、跟炒房子这是2个概念。首先第一个，这住建部说的这几点都是一些技术性要求，都是一些标准，对吧？跟房价的关系不大，影响房价的归根结底还是韭菜的收入。以这个层高3米为例我们都知道现在开发商为了这个把房子卖出去，就想尽一切办法提高你的得房率，对吧？以前你买100平米的房子，你的使用面积恐怕只有70平米，现在不一样了你买100平米的房子，房本上是100平米，但是你的使用面积恐怕是120平米或者110平米，得房率大大提高。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价格给你稍微涨那么一点，很多人就说你看房价涨了，实际上你要真算下来，你的房价是下降的，对吧？以前你100万买个100平米，使用面积只有70平的房子现在你是105万买一个100平米，但是使用面积是110平的房子，你到底是涨价了还是跌价了？这个是说那个面积层高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的住房舒服不舒服跟这个面积当然相关了，你房子越大越爽。同样你房子要高一点，总比那个2.6米的要舒服一点。2.6米的你上面吊个顶，下面再装个暖气或者地砖什么的，个子高一点的就觉得压抑了。那么现在对吧？中国人呢，因为营养好，这个00后这身高都蹭蹭的往上涨。现在小孩的1.7米，对吧？再长一长1.89米的人很多。那你说住个只有2.6米的这种层高和净高不一样就是你把它装修完之后你那里面恐怕也只有2.4米，那个住的就相对比较压抑了。所以现在给你层高给你搞到3米，这是标准然后你把那个水泥板，对吧？中间那个水泥板去掉，然后你装修的再去掉，那你怎么着也得有2.7米。这样这净高2.7米，你恐怕就人家感觉这个舒服得多，没有那么压抑，空气流通也好。但问题是什么呢？就像那个得房率一样，开发商敢涨价吗？对吧？我们算容积率的时候你那片地，你如果按这个层高2.6来算的话，你能盖15层，或者你能盖18层。但是如果你按3米算的话，你恐怕只能盖个16层，少2层那开发商得少赚多少钱呢？开发商如果把这个损失加到每平米上面，房价涨，你愿意吗？买房的人是不愿意的。所以开发商他不能涨价，不涨价，你的使用得房率高了，然后你的房子还高了，对吧？房子空间还更大了，那不就相当于降价吗？第二个关于这个说要智能化，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提前打出这个接口，就是打出这个提前量出来。有很多买过房的人就知道或者是租房的，或者是你买的二手房，那个小区如果老一点的话，它那个比如互联网，对吧？那个宽带光纤入户，对吧？它那个就是那个网线的质量都很差，对吧？标准比较低，所以限制了你的网速。有的老小区拉宽纤还不行，对吧？这些都是当初设计的时候没有想明白，没有考虑到这个网络发展这么快，对吧？科技进步这么快，所以新的小区
新的房子要更加智能，什么灯光、窗帘、冰箱、洗衣机，对吧？这智能化，然后物联网，对吧？你家里的这个煤气，你家里的这个用电，这些都恐怕要智能化。这些恐怕既涉及到新技术，也有涉及到新材料，这块对房地产行业来说有点促进作用，上下游，对吧？都会因此而这个得到一些改善。但是跟房价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甄子丹说啊，他也是政协委员，这次开会的时候，记者问他什么叫好房子，甄子丹给了3个标准，一个是安全，一个是舒适，还有一个就是老百姓买得起，对吧？你千万不要炒一个概念，完了这个价格一涨，韭菜买不起，你那房子给谁盖呢？关于这个2000年之前建成的老小区改造，那这个问题就更大了。按照好房子标准，你要进行改造的话，那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对吧？你要3米的挑高，意味着你同样的容积率，你盖的房子就得少，对吧？你要智能化等等，这个成本也很高。到底谁掏这个钱？以往这个城中村改造、拆迁什么的，那都是，对吧？你拆了50户，实际上你在上面盖房子盖了500户出来了，因为城中村都是1楼、2楼嘛，或者顶多3楼，你把它扒平之后啊，土地1级开发平整以后盖塔楼，你得盖多少户啊，对吧？盖到30多村，所以你有大量的房子，而且那个房价在涨，对吧？开发商能挣很多钱，然后把你那原来的50户给你安置一下，给你2套房，再给你现金补贴，对吧？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账能算得过来，政府还能从中赚钱，所以这个拆迁，对吧？城中村改造，这就变成一个香饽饽。那现在呢，不具备这个条件。当然了，有的位置好的城中村啊，核心位置那还是值钱的，还是拆得起的。所以不管怎么说啊，这个住建部的这几个政策跟你房价上涨，这是风牛马不相及啊。相反啊，我们看到很多数据啊，这个2月份 CPI、PPI 是吧，都在下降，同比环比都下降。我们就不说这些了，人家说这个是因为过年啊，春节因素导致的。我们说鸡蛋，中国人对鸡蛋啊，不光中国人对鸡蛋，全世界人对鸡蛋都有这个特别的感情，是吧？我记得去年俄罗斯就没有鸡蛋，也从土耳其、从哈萨克斯坦紧急进口鸡蛋，就因为他们国内没有鸡蛋了。现在美国呢，你看特朗普一折腾，美国的鸡蛋价格好像涨了好几倍吧。完了这个啊，特朗普说这都是拜登无能导致的，他们不是缺鸡蛋，就是鸡蛋价格涨得快。但是你说咱们，对吧？中国人对鸡蛋也是情有独钟啊。你超市或者你搞什么活动，你只要送鸡蛋，没有办不成的事。能打动老头老太太的，那就是鸡蛋。2月份我们的鸡蛋不仅没涨价，反而还便宜了。这是央视报道的啊，说鸡蛋便宜了，鸡蛋批发价环比降12%。你说这个要是美的的那些老百姓啊，再在小红书上跟咱们对账的话，那岂不是嘚了起批了啊？你说他们那个鸡蛋还在涨价，咱们的鸡蛋在降价。2月份全国鸡蛋价格呈下降走势。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啊，2月份全国鸡蛋批发价为每公斤8.82元，也就是4块4毛1一斤呢，批发价啊，环比下降11.98%，同比下降5.16%，就比去年居然还降了5%，对吧？比1月份降了12%。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禽蛋交易区，有商户表示啊，目前每天销售量比春节期间减少了20%以上。你说说，就是价格降了，吃的人还少了，需求少了，你说这叫什么事？除了需求下降，供应增加也是鸡蛋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他说，有商户告诉记者，蛋鸡养殖已经连续4年盈利，蛋鸡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现代化的规模养殖场迅速发展。在北京及邻近省份，就有养殖规模几十万只甚至上百万只的养鸡场投产。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的鸡蛋价格跟美的的跟俄爹的比起来，什么感觉？同比环比都是在下降。它解释成啊，咱们那个投产的多啊，规模化的这个养殖场越来越多，供应大，造成这个价格下降。当然了，他也承认啊，需求下降。为什么需求下降？鸡蛋的便宜了，还不多吃一点吗？实际上这个就反映了大家啊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能不花就不花，对吧？咱们人并没有少多少，对鸡蛋这个需求应该是稳定的，怎么会需求下降呢？那只能解释成大家不吃了，少吃。不光是鸡蛋啊，外卖，这个咱们去餐馆这些消费都在下降。就是通过一个鸡蛋的价格，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个情况。然后你说大家勒紧裤腰带，对吧？鸡蛋的价格都在下降了，你说你房价还在涨，这个有人说不过去啊，违背了一个科学常识啊，对吧？为什么有很多人鼓吹房价还要上涨呢？还在琢磨着炒房，还想通过炒房叫这改变命运，达到什么财富自由、破圈。实际上啊，现在房子根本就卖不掉。我们的空置房啊，有媒体报道是1.5亿套空置啊，1.5亿套，对吧？如果平均按一套，对吧？3口之家能够容纳4亿人居住，空置率高达15%到30%，一线
线城市，比如北京、上海，空置率是20%，3、4线城市普遍超过30%。数据背后的荒唐逻辑啊，炒房客财富坟墓，就是少数囤积这个10多套的，既不出租也不出售。我记得有一个财经作家，每年买一套房。这个就典型的炒房的，那这些人肯定盼着房价涨，涨了他好出手。第二个就是烂尾楼，对吧？百万家庭的财富黑洞，这个烂尾楼啊，已从个别现象升级为系统性危机。2024年，全国烂尾楼项目超过2000个，涉及住房500万套，仅恒大、碧桂园等头部房企就有近300个项目停工。我在以前节目也说了，到今天如果这些烂尾楼还没有解决的话，保交楼啊，那么这个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越到后面这个骨头是越难啃，这个会导致连锁反应，就是烂尾楼导致购房者集体停贷。2024年断供案件同比激增120%，银行坏账压力陡增。第三个就是法拍房，刚才说了，你看有很多这个断供的，那你这房子恐怕就进入法拍，法拍房数量正以惊人的速度攀升。2023年全国法拍房超过350万套，较2021年翻倍，2024年预计突破400万套。北京、上海等城市法拍房挂牌量同比增幅超过60%，这个无论是断供的房子，无论是烂尾房还是法拍房啊，这背后都是一个一个的家庭啊，这个辛酸泪啊，对吧？都是一个又一个的韭菜，这半生的积蓄啊就搭里面了，想翻身很难。受房地产影响啊，这个建筑行业这个下滑啊，比想象中要严重的多。如果你身边有人啊在建筑行业，你恐怕就了解一些；如果你没有朋友啊做这一行，你恐怕就对这个了解比较浅，就认为好像是受房地产影响，就是裁员降薪就这么简单。实际上啊，要严重的多。最近网上流传一个文章啊，一位在北京某中字头设计院工作的985高校硕士毕业生爆料，自己的工资从2024年9月份的2000出头降到了2025年2月份的1500，已经降到北京市2024年最低工资标准2420元以下。他还贴出了他的那个银行的余额啊，就那个北京银行给他的这个叫余额通知啊，截图。你说一个985高校硕士毕业，也不知道他工作几年了啊，哪怕是工作2年，那现在只有1500一个月，这还是北京还是中字头设计院的员工。我们再看看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啊，这杭州年后啊，他推出了杭州6小龙，看看它的楼市怎么样，房价有没有受影响。这个每日经济新闻转发的浙江金市的一个报道啊，他说3月9号，浙江杭州记者了解到，在去年一系列楼市政策组合拳的作用下，今年3月楼市小阳春回暖迹象明显，一些板块的面积较大，品质较高，相应价格也比较高的改善型二手房也有不错的成交量。南新桥是高端楼盘聚集的板块之一，板块内绿城春江花悦交付已经接近20年。附近的房产中介表示，近30天内这个小区二手房带看量超过1300次。绿城春江花悦主力户型140平到160平，这个显然是改善型啊，价格5万到8万一平米左右，而附近次新房则要8到15万每平米不等，显然要高啊。那意思就是你买了这房，这能涨价，因为这新房5到8万，旁边的二手房8到15万，就哄你上当啊。大家看视频啊。杭州的南星桥是高端楼盘聚集的板块之一，位于南星桥板块西翼的绿城春江花悦，一路之隔就是钱塘江，有将近3000户住户。附近的房产中介表示，近30天内，这个小区二手房带看量超过1300次，在整个板块内遥遥领先。挂牌量有170多套，我们2月份成交了5套。从10月份开始起量的价格开始回升的，直到现在，那小区里边现在基本上是有便宜的房子出来呢，都会被第一时间卖掉的。房产中介表示，春江花悦的户型比较多元，成交的主力户型是140多方到160多方的3居室，价格根据户型、楼层、位置等差异，在每平方米5到8万之间。据了解，南星桥板块大多数次新房价格在每平方米8万元到15万元不等。在中介看来，相比之下，春江花悦性价比较高，接下来的成交价格也能维持在现在的水准。真正说在小区里边住过的租客，他们是很喜欢这里的。价格走势嘛，我还是觉得会持平，涨到不至于说是大涨，就是微调吧。价格已经算是成熟了。接下来的成交量应该还会可以的。
位于杭州申花板块的富香园交付之后备受关注，二手房热度一直在持续。附近房产中介表示，自从2月9号富香园的第一个房产证办出之后，至今已经成交40多套，几乎是每天一套的成交速度。目前有175套在售房源。据了解，富香园是纯大户型改善小区，户型在175平米到280平米之间，二手房挂牌的均价基本在每平米7.5万到9万。房产中介认为，富香园进入二手房市场不仅赶上了小阳春，而且这个时间节点在板块内少有其他竞争者。第一个的话，在整个申花片区已经没有新房可以嚼了。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是属于175方起的一个纯改善性的一个楼盘，包括接下来要交付的基本上都是上190多方起的。尤其是年后整个市场的小阳春的一些爆发，那对这个楼盘的成交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最近呢是成交的价格呢是趋于稳定，并且在之前的话有略微的一定的涨幅，我们还是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心在里面。贝壳找房数据显示，今年2月，杭州二手房网签量为5977套，同比上涨135%。有分析认为，随着供给端和需求端的持续改善，以及政策环境的不断优化，今年房地产市场有望延续回暖态势。不过，仍需警惕存量高企、需求不足等潜在风险。预计房价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市场企稳仍将是主旋律。经视新闻记者报道。这个浙江经视的这个节目报道啊，我觉得它相对还比较客观吧，最后没有忘记告诉你，对吧？房价没有涨，还是要提醒风险，不要听那些房产中介，对吧？那些炒房的人在那忽悠。你想，你买这个8万的房子1平米啊，你打算涨到多少钱卖呢？9万卖不卖？10万卖不卖？对吧？你恐怕要涨到15万卖，或者12万，赚个50%。问题是12万，你打算谁来买呢？谁来12万接你的房子，对吧？你要买，你就是接最后一棒。所有买房的人啊，炒房的，我可以告诉你，就现在你买房，不管你在哪个城市，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什么成都，还是什么4线城市，都一样啊。就是你买的时候，那房子你觉得还可以，然后媒体报道这个新房价格在涨，二手房好像也没掉，但是你只要一买到手，你说你想卖，过2年卖，或者你把房产证办下来，按照政策你可以卖，你不降价你根本卖不掉。你要不降价，连看的人都没有。不要被那个二手房成交数据啊假象所蒙蔽，对吧？如果你手上有房，你可以到中介那把你房子挂出去试试看，你挂的价格就按媒体报道的那个价格挂，你看有没有人问你。现在卖房子还能赚钱的，纯粹都是他买的早，对吧？2013年买的，2015年买的，他现在大幅让价，他还能赚钱，因为他买的低啊。你什么2018年买的房子，告诉你，你现在卖恐怕你是不赚钱，你把这个税费，对吧？这个银行利息你把它去掉，你恐怕是赔钱。当然了，如果你是自住啊，你以消费的心态买房，这个也可以，你有钱，对吧？你买8万1平米的房子，那是消费，对吧？让自己舒服，让自己爽，这可以啊。但是千万不要自欺欺人，说我现在8万买了，3年以后12万卖，这个恐怕就要受到这个市场的教育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